每一個家庭嘅背後都有上一代嘅付出，有啲有講出口或者冇講出口嘅故事。當呢一個故事冇人再提嘅時候，消失可能已經唔係講緊一個祭祀嘅習慣，反而係一個家庭點樣走到今日嘅記憶。講起盂蘭節，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鬼門關、燒衣紙、街邊祭品，或者細個嗰陣會聽到大人成日提我哋夜晚唔好周圍去啊，見到地下上面嘢真係唔好踩落去，唔好亂執。所以農曆7月節成日都俾人會講到好恐怖。但係其實盂蘭節唔係淨係關於鬼，對好多香港家庭嚟講，佢更似一個一年入邊特登留一個時間俾大家重新記憶已經離開咗嘅親人嘅日子。平時生活好忙，有啲人走咗好多年，未必日日都會記得起，甚至乎屋企人之間都未必會成日提起佢。但係佢到農曆7月節會準備香燭、衣紙、生果、飯菜，又或者會去參加一啲普渡嘅祭祀，嗰啲人嘅名會再一次出現翻，可能會諗翻起佢以前中意食乜，亦都會可能諗翻佢以前中意坐喺屋企邊個位置，亦都會諗起突然之間有一啲嘢我冇同佢講，仲未講得切嘅說話。其實生者同逝者之間未了結嘅心願，未必一定係好大嘅恩怨，好多時候只係一個好普通嘅遺憾。可能以前太忙，成日都話下次先食飯，可能係明明關心對方，但係大家講出口嘅說話永遠都係嫌棄同責備。可能係鬧完交之後，大家等對方開口，結果仲未和好，其中一個人就已經離開咗啦。亦都可能係親人在生嘅時候，你唔明白點解佢要咁固執，直到自己大咗啦，先慢慢明白，原來佢呢啲係唔識得點樣表達關心。一個人離開之後，嗰段關係唔會即刻消失，你同佢相處過嘅記憶、講過嘅說話、曾經嬲過去嘅情緒，甚至一啲內疚，都可能繼續喺你嘅心入邊。所以普渡祭祀有時唔單止係一個傳統嘅儀式，佢亦提供咗一個空間俾我哋在生嘅人重新面對呢個關係。你可以準備一份供品，你可以上個香俾佢，可以燒啲衣包、衣紙，亦都可以喺心入邊同對方講句說話。有人會話自己覺得幾好，叫對方唔使擔心。有人會講一句多謝，亦有人可能隔咗好多年之後先肯承認自己其實一直都好掛住佢。我覺得祭祀呢件事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其實佢唔係一定要你即刻放低。有時我哋成日叫人放低向前行，好似掛住一個離開嘅人，就代表自己停留咗喺過去咁。但係其實思念唔係一個障礙，有時你只需要揾一個適合嘅方法，重新放置呢一份感情，唔係話要當嗰個人從來都冇出現過，而係慢慢咁樣接受，其實佢已經用咗另一個方式留咗喺你嘅記憶入邊。普渡本身亦都唔單止係祭祀自己嘅先人，傳統上好多人亦都會準備一啲供品，祭祀一啲冇人供奉冇後人嘅亡靈咁。其實呢一個諗法都好有人情味，無論對方生前係邊個，亦無論係有冇人記得佢呢，都會預留一份飯、一炷香、一份供養俾佢。所以普渡嘅背後，除咗係對自己親人思念，亦都係一份對其他人嘅關懷。以前香港唔少地區都會舉辦一啲盂蘭嘅盛會街坊一齊會準備一啲祭品搭棚做一啲法會，可能做啲大戲、神功戲咁。有啲地方亦都會派平安米。表面睇係一場宗教同民間嘅活動，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社區共同參與嘅日子，大家一齊祭祀先人，一齊祈求平安。亦有照顧區內有需要嘅人，所以盂蘭節所傳承嘅唔單止係一個儀式，佢係記錄咗舊日香港社區之間點樣互相連結。喺佛教入面，農曆7月15亦都稱為佛歡喜日。有啲人聽到佛歡喜日覺得好奇怪，農曆7月俾人形容到咁陰森恐怖，點解佛教會叫做佛歡喜呢？咁佛歡喜日嘅意思並唔係因為鬼門關打開而歡喜。傳統上僧眾喺呢段時間，佢哋都會喺翻佢哋自己住嘅地方度修行，直至到去7月15圓滿。經過反省、懺悔同埋修行，僧眾都有所進步，所以令到諸佛歡喜。呢一日亦都同盂蘭盆節嘅孝親恩精神有關。佛家盂蘭盆節經常都會講到目連救母嘅故事。目連尊者知道自己母親受苦，佢希望可以幫到佢，但係單靠自己嘅力量並唔足夠，所以佢後嚟去咗依照佛陀嘅教導供養僧眾，亦都同時間修行同供養，將佢呢個功德回向翻俾佢嘅母親。更加係因為供養
報恩、懺悔同回向，亦即係話我哋唔單止掛念已經離開咗嘅人，亦可以透過自己所做嘅善行、善事、祝福回向翻俾佢哋。你可以係供養，你可以布施，你都可以參加啲法會，亦都可以係誦經念佛，用過唔同嘅方式，用唔同嘅名義，將原本放喺心入邊嘅掛念轉成一份善意啊！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係佛歡喜日入邊幾重要嘅意思。歡喜唔一定係話要好開心、好熱鬧、嗶啦咁樣。有時候一個人願意反省，願意承認自己曾經做得唔夠好，亦都有時候願意放低一啲抱怨，重新理解一個已經無法再同你去解釋嘅人，將一份內疚慢慢轉成一份報恩嘅心。或者我哋都冇辦法翻之前咁樣去補償當年講過嘅說話，但係我哋依然可以決定之後個生活點樣走，仲可以對住在世嘅屋企人好啲，可以少講一份傷人嘅說話，可以唔再將每一次見面都當成理所當然，亦都可以將自己對往生者、逝者嘅思念變成一個對其他人嘅善意。咁樣嚟睇，其實普渡祭祀唔單止係話在世人幫一啲往生者去準備一份供品咁簡單，亦都可以話係在世人重新整理緊自己內心嘅一個過程。有啲嘢講咗出口，對方可能冇辦法已經再聽，但係當你願意講出嚟，放咗喺心入邊好耐嘅結，可能就會慢慢鬆開。當然遺憾未必會完全消失，亦都唔代表所有嘅恩怨一場祭祀之後就會所有嘢冇晒。但係至少你願意再睇多一次呢段關係，唔再會話淨係記住對方令到你嬲啊、唔開心嘅地方，可能你都會諗翻起佢曾經點樣照顧過你，唔會話再怪責自己做得唔夠好，亦都會慢慢接受喺嗰陣時嘅你，可能你已經盡咗力呢。文化傳承其實係咁，唔一定下一代都話要跟翻晒上一代完全嘅模式去做先叫傳承。儀式可以跟住時代去改變，有人會燒衣，有人會選擇比較環保嘅方法去祭祀，有人會參加法會，亦都有人會靜靜咁樣懷念。形式可以唔同，但係最緊要明白嘅係點解上一代要做呢啲事，因為佢哋想記住先人，佢哋想為一啲已經冇辦法照顧嘅人再做多一啲。其實同時間亦都提醒咗在生嘅人，我哋今日所有擁有嘅嘢並唔係無緣無故咁出現，每一個家庭嘅背後都有上一代嘅付出，有啲有講出口或者冇講出口嘅故事。當呢一個故事冇人再提嘅時候，消失可能已經唔係講緊一個祭祀嘅習慣，反而係一個家庭點樣走到今日嘅記憶。所以盂蘭節唔係淨係講鬼故，亦唔係叫大家避忌，佢可以係一個關於記得、理解同埋報恩嘅日子。透過一場普渡，在世嘅人為一啲往生咗嘅人留一個位置，亦透過供養、懺悔同埋回向，慢慢處理翻彼此之間一啲未完全完成嘅感情。我哋未必知道逝者有冇收到呢啲祭品嘅，亦未必知道佢哋有冇聽到我哋嘅講嘅嘢啦。咁但係有時儀式真正安頓嘅，反而係我哋每一個仲活着嘅人，另一啲一直未講出口嘅說話，終於有機會講出口，亦都提醒翻我哋掛住離開咗嘅人之餘，唔好將身邊嘅人忽略，唔好覺得認為係理所當然嘅佢哋嘅存在。可能呢一份由反省、報恩同埋善念而嚟嘅安定，就係佛歡喜日所講嘅其中一種歡喜。你都可以喺留言區入邊留一句你一直想同某一個人講嘅說話，唔需要寫低對方嘅名，可能淨係講一句我而家過得好好，唔使擔心我。因為有時我哋唔係記住一個人，只係有啲掛念，平時冇講出嚟嘅。